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7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创世纪第35章16节到29节，马太福音12章15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拣选。基督徒应该成为门徒，甚至是使徒，一位愿意受差遣的人。许多人喜欢说，或是他习惯说，我们只当门徒、信徒就好了，我们只要单纯的参加礼拜。当然这是个人的选择，但这却不是一位号称基督徒的真正生命。既然我们都自称或是被称为基督徒，那么我们就应当成为基督的门徒。所应当思考的并不是我想怎么做，而应当思考的是上帝拣选我的目的，他要我怎么做。千万不要成为一位纯享受的基督徒，甚至成为一个消费型的基督徒，满口批评却没有好的信仰生命。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人施洗的时候，他对法利赛人这样的批评说道：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求受洗，他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这些毒蛇，上帝的审判要到了，你们以为能够逃避吗？要用行为证明你们已经悔改。不要自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，就可以逃避审判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够拿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造出子孙来。斧头已经搁在树根上了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掉，丢在火里。这是马太福音第3章第7到第10节。这提醒了我们成为一位受拣选的人所需要的反省。上帝所拣选的人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家族。今天的经文创世纪35章这样说道：雅各还住在那地区的时候，他的长子吕便跟父亲的妻妾薛拉睡觉。雅各听见这事，非常的愤怒。雅各有12个儿子，利亚生的有雅各的长子吕便，还有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萨迦、西布伦。雷杰生的有约瑟、便雅悯。雷杰的女奴毕拉生的是但和拿弗他利。利亚的女奴西帕生的是迦得和亚舍。雅各的这些儿子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生的。我们看到了世代的交替，也看到了上帝拣选呼召以色列家族继续来跟随他。就如同施洗约翰的提醒，
他说：“不要忘记了成为受拣选者的初衷。受拣选的仆人应当如何做？我们要怎么样做才算是一个受拣选的人？”在礼拜天主日的信息当中，牧师提醒兄姐，应该要将教会当成自己的家，随时随地的愿意服侍，愿意付出心力，付出实际的行动来爱教会，来维护自己的教会，或是说自己的家。我们自己回想一下，是不是我们曾经在外面叫外卖到教会里面来吃东西，吃完了之后那一些包装那些盒子我们就随意的丢，没有做回收？这样的行为是爱教会吗？在教会的空间使用了之后，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不需要整理，真的吗？圣殿是我们敬拜上帝的地方，但是我知道却有不少人随意在礼拜堂里就吃东西、喝东西，甚至在做礼拜的当中狂刷手机。马太福音第12章15节到21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：耶稣听到这消息，就离开那里，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治好了他们所有的疾病，吩咐他们不要把他所做的事张扬出去。这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：“看啊，他是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我钟爱他，我喜欢他。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他，他要向万民宣告我的审判。他不争辩，他不喧嚷，也不在大街上叫喊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要坚持正义，直到正义得胜。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把希望寄托于他。”这一段经文所指的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先知的预言将有上帝的仆人，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。上帝爱他，并且将圣灵赐给他，也要宣告上帝将来的审判。这与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耶稣基督受拣选成为仆人，与基督徒有关系吗？应该是说，我们既然被称为基督徒，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就必须要向耶稣基督来看齐。马太福音的经文引用了以赛亚书这样说道：“他不争辩，不喧嚷，也不在大街上叫喊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要坚持正义，直到正义得胜。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把希望寄托于他。”这是15节到16节的经文。又说到呢，当耶稣基督治好了所有跟随他的人的疾病的时候，事实上他已经声名大噪，但耶稣基督却选择谦卑，他选择了无声，他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也如同后续的经文所说的，他不争辩，不喧嚷，
也不在大街上叫喊。这就是受上帝所拣选仆人的标准形象。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的，在母腹中你把我凑合在起来。我颂赞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。你的作为奇妙非凡，我心里深深领受。我在母腹中被塑造，在隐秘中逐渐长大。骨骼怎么样成型，你都知道。我出生以前，你已经看见了我。那为我安排尚未来到的日子，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上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多么的深奥，你的心思多的难以数算。我要是数算，比海沙还要多。纵使数算到底，我仍然跟你在一起。感谢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你的仆人，来服侍人，来服侍上帝。求主你磨练我们，成为好又忠心的仆人。荣耀主名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